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有继续咧关心到咱的军购？军购条例复位是好代，刷来斟酌来看各种的版本是上厉害。咱今仔用1点钟的时间来讲，互大家知，用心计较，为着咱台湾的将来。来，首先呢，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新北市立委叶元之。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民主进步党新北市议员严惠珠。大家好，我是严惠珠。那么第三位是台湾民众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徐文乐。大家好，乡亲时代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资深军事记者郭鸿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关心立法议会呢，那么吹啦，甲行政院版本军购条例，甲国民党的版本呢来复位，甲民众党团的版本呢做伙审查。啊，国民党的版本呢3800亿加 N， 引发着质疑。国民党团回应，讲是希望有淡薄仔通好春秋。那么美国呢，若有新的法计师会当随时来编列，但是国防部长郭立平来质疑，伊逻辑呢是袂通的，限期117年爱结案，会当讲是封杀五大军购。立法院会初来有希望甲8年1.25条行政院版军购条例甲国民党版复位，国家民众党版做伙审查。总统赖清德特别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甲朝野党团的支持，搁再声明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是袂使拍击的。我也希望后续的审查能够根据专业以及国家的需要，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不打折的。院长，来年军购3800亿元够吗？中国军费是我们的经过专业的评估跟审慎，倒用台化在野支持1.25条正义版，也是国民党版本最后定3800亿加 N。国防部长郭立平质疑拿赢版本，若做要增加其他军备，爱另外搁定条例3800亿都是真棒，而且期限117年爱执行完，基本上是无可能达成。国家 AI 辅助加4.5 ISR 系统删除，恐惊冲击建案完整。外界质疑是不是和台湾之盾失去大脑？加 N 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的，要求我们要在117年的12月31号以前全数交易完毕。我可以说，那就实质的封杀这所有5个案子。那所以我们是3800加 N， 那就未来如果说美方有再给我们这个新的项目的发价书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弹性，可以马上来编列相关的预算。郭立平呼吁朝野理性讨论、合理审查。民众党团是表明，针对美国军购有3项法计师草案，后期敢若到3月15会提案授权国防部一旦成签。我们会授权这个国防部啦就是行政院这边可以先行对这个发价书进行一个先行的一个做一个处理啦。我们授权之后我们也希望呢要回归这个审议的正轨。我们也是乐于见到整个国民党或者说台湾民众党，他们这一次的一个转弯愿意来审这个军购。曾水雄乐见南北愿意和正义版的复位，不过嘛认为国防战略提升袂使干那复一半，也是表态支持正义版的。记者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可能无一定会当了解讲这个军购的流程，乃至到讲就是即马会用到先来互伊过，袂用到你随时再甲我讲，我再来发计师，有啥物不对？敢是安尼？今仔日呢，也有这个军购较了解真侪专家要来讲互你听，这到底合理也无合理？但是你听到国防部长讲。国民党的版本是要求117年就爱来完成，那等于是实质来封杀。我要先请这叶委员委员，你敢有认同国防部长的这个讲法？当然无认同对，不认同。但是117年随咱即马115年安尼。就2年之内，但是这真侪流程也是真侪物件，其实是后手陆陆续续才会来哦。这117年落来生活是咱
还是讲其实国民党是同意，但是我来做后面叫美国人来赶紧来，是这个意思吗？我按讲哈，因为第一个哈，我们没有要挡军购哈，这是确定的哈。但是在野党做严格的审查，这也是我们的天职。好，那现在特别条例通常为什么会变特别预算？是因应紧急项目，否则你就编在公务预算就好嘛。啊，公务预算跟特别预算的差别在于说，公务预算是每一年可以审查，所以它可以盯你的进度，可以看你执行率，看你做得好或不好，或有没有人谋不彰。那特别条例是说，因为忽然间出来一个大笔的采购啊，我们来不及编到公务预算里面去，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来通过。那你今天一开始国防部编的版本是8年1.25兆，8年有很紧急吗？8年赖总统搞不好都已经不是总统了，那有必要你帮后面那么多人去编这个预算吗？所以我要先讲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挡军购，但是到底是怎么给这个钱？我们的做法跟国防部不一样，我们认为紧急的部分就给特别预算，如果不紧急就放到一般公务预算去，这是第一个原则。好，第二个原则是现在最新我们提出来的版本是3500亿加 N 嘛。好 ，N 是什么意思 ？N 就是美国发价书啊，你只要一发过来，我们就赶快通过；一发过来，我们就赶快通过。这个就是3800亿加 N 的意思啊。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如果是军购给我们的项目，通通都没有问题。委员，你今麦讲的拢是军购哦，那商购的。好，商购这分2个部分哈。第一个，那个主持人，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最早传的是3500亿加 N，3500亿加 N？ 为什么是3500亿？就是因为美国的第一批的发价数是大概算是3500亿左右啦。那为什么多300亿？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台美合作项目嘛，大概300亿，所以跟美国的部分其实都涵盖在里面。这是对。然后商购其实就跟美国可能不是那么有直接关系，它可能是透过民间，然后或各种方式去处理。那这个部分不是不要，我们觉得放到公务预算去，每一年度公务预算来审。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就有很多弊案是来自于商购，例如说像什么达政案啊那些的，那商购就前客，然后上下其手，然后就很多弊案在里面。委员，若是照你安尼讲。国防部今年的编的这个预算，你们爱跟甲叠登去讲，袂使，恁甲这部分哦，划起来搬伫今年的这个预算内面，安尼美国人不会误会呢？对，最后看国防部愿不愿意嘛。其实国防部有没有预算灌水的经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几个月前，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因应关税国家韧性什么特别条例，总共框5000多亿嘛，有的是跟关税有关，有的是无关。那国防的部分就有超过1000多亿，那个时候在审预算的时候，就有发现什么那高官坐的椅子一张要5万块，然后一个桌子要几十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是连国防部当时自己都觉得说，那觉得不 OK。对，我包起来吼，就是讲，伊做特别条例，难道国防委员会就无法度审查预算吗？没有，你没办法每一年去。其实我跟你讲，像美国哈，我坦白说了，我要跟你讲哈，大家都认为说，好像什么国会啊都可以严格监督。其实我们的国会设计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是怎样？美国是连你预算通过之后要拨款都要由美国国会的拨款委员会来。我们这没有啊，我们特别条例8年，你在这中间要怎么用、怎么挪、怎么样，哪监督得到啊？因为它8年嘛。但你如果是每一年在审的话，你可以看我举一个例子哈，像海鲲号，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徐小新我们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对，他被拍到一个影片，他说扶起来就有钱了。我不知道主持人你记不记得这个画面？那时候很多人还说要罢免他，他那个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他那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海鲲号要好几艘嘛，原型舰之外还有好几艘，那原型舰钱其实都已经给国防部了。那但是呢，国防部现在又编了一个第2艘到第7艘的钱，那你原型舰都还没造出来，海测都还没有通过，你就说我后面我要开始用，那谁知道你要怎么挪用？委员，关于这个物件吼，有诶吼，咱实在讲，这甲咱去菜市啊买物件，小可无共款吼。这监督，这咱小等咧吼，来请教其他的人。但是你既然头先讲到市委员吼。
市委员支持的是8000页的版本呢。我啊，你有同意不？等一下，我等一下讲哈，这两个概念要让我把话讲完，不然就讲一半，你不知道我后面要讲什么嘛？对，我要讲就是说，那时候冻结20亿，海鲲号第2艘以后的20亿，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第1艘没做出来，你之前花什么钱？后来就冻结一半，20亿的一半10亿，冻结不是3哦，冻结是说你达成解冻条件你就可以用。结果国防部有没有送解冻案来？没有。这个代表说什么？代表当初他就是有点浮编嘛，他自己都用不到这个钱，一直到年度结束他都没有来解冻。那请问一下，你编这钱要干嘛？所以你如果是国防预算这么庞大，你每一年公务预算，其实你可以监督，你可以审，而且你可以盯它进度。但是如果你一次编列那么多不紧急的，全部放到特别预算里面，那就很难监督的。这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国会也是会监督。好，我要先讲的是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不紧急的，像您刚刚讲的商售的或者自主研发无人机什么，其实可以编到公务预算，而且很多案子是已经建案，它是延续性的。不懂为什么要编到特别条例？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回答您讲的，就徐耀清讲的，它是8100亿。好。他的版本跟后来党提出来的版本，其实大家有讨论过。其实两个其实意思是终极意思是一样的啊，终极意思一样，就是说只要是美方军售部分加上美台合作项目这个部分，我们都赶快通过。只是徐委员他是先把，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美方的管道嘛，他大概知道说美国除了第一批的发价书，还会有第二批的发价书。那第二批的发价书，我们透过外媒也看到了，大概是130亿美金左右。但还有一些什么地对空的系统啊，然后还有一些爱3啊，或者是一些防空的无人机，这个外媒有报道。那外国媒体报道是说，为什么现在一直还没送过来？本来美国已经在走程序了，他们的程序是，会先送到国会去做一个非正式的批准。这咱小等看。等一下会讲是不是？好 ，OK， 好。那所以会知道说有这个东西。那小新的想法是说，既然我们美国迟早会有这个东西，就先框了，对不对？先把这个钱上线先框，反正美国要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到时候如果没有来，像那个他们有开个，就是赵康先生有跟他们开记者会，建议一个方法是说，不然你就先框，那他还没来，你先冻结嘛，啊，你解冻条件就是发价书一来就解冻，然后这就可以让美国知道说，我们没有要挡哦，我们就是。所以你暂行都几种？我觉得两个都有道理。那现在党版的通过的是怎样？是说，是往上叠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是这样，现在看应该个暂行啊。现在是没有，其实终极是一样，就是说先这样来第一批先这样，然后第二批来再往上叠加啊，所以其实两个都是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沟通，因为很多人会讲说，我看到绿的会说啊，美国会认为台湾在反啊，台湾怎么没有？因为国民党也有跟美国很多美国人怎样啦？我们他知道我们是在监督一些钱不要乱花啦，但是他们认为我们该弄的，我们通通都有在密集沟通了，这是沟通的问题。好，咱先甲这位先，我这研究完你来讲。是哦，我嘛是爱首先先来感谢啦，感谢国民党甲民众党愿意转弯，吼，转来审查即卖的这个军购的法案，吼，军购的法案。但是讲到这国民党的版本也好，民众党的版本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啦？大家即马伫咧烦恼是讲，到底因即马用这3500亿也好，吼加恩也好，啊也是啥物也好，互大家母感觉讲哦，真正大家要来审查，但是咧实际上是无法度执行的。我先为头开始讲啦，到底为什么台湾需要买武器？买新的武器，甲其他的，不管是我们的备援哦，还是讲即卖新的 AI 哦，为什么要来买？大家即卖拢在传，川普讲的，哦啊，但是这嘛不只是川普讲的啦，吼、哦，这个中国嘛是有这个王毅嘛是安尼讲，以实力求和平，你有实力才有和平嘛，啊，在台湾来讲，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好，那跟这个伊朗的战争，阮就感觉讲，对台湾其实伫咧中国的边啊，阮爱承认讲，即马台湾上大的敌人是啥物人？就是中国。为着中国，啊，即马台湾要来增加武器，啊，这增加武器咧，吼啊，行政院要来讲这一条例，吼。1.2兆的版本，
我是来讲，这真正买武器、军购、国防，唔是直接菜市啊买菜，唔是用划给啦，不是用喊价的啦。说为什么？为什么8年？吼，为什么这个8年内底吼，袂使编超过8年？大家想看卖讲，若是今仔台湾要来去捷运，敢有可能讲安尼啦？因为通车的时间吼，无你先通2站啦，吼，通2站了后，第3站我才互你编预算啦。安尼啦，敢有这款的变化吗？没有嘛。阮当然嘛希望讲捷运，你若是要规划规条线，你若是一站一站就无效果啊。我当然嘛是爱编安尼一条捷运线，安尼大家咱听较清楚，对无？啊，预算嘛是安尼，我嘛无可能讲无，我呢一站一站通车了后，我第3站才会编。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啥？即马吼，大家讲哦，先用发价书作为一个基础来编预算，吼。我先来讲，即马大家讨论的，即马是来编法案。即马大家伫咧立法院先要通过法案特别条例过了后，再来审查预算。但是呢，若是甲遮尔侪计数拢写去法律案当中，就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讲，若是最后咱真正买的计数甲法案顶头的计数无共款，差1字拢袂使。若是差1字歹势，即条就要重新搁顶来，就是爱来搁新来修这个法案，再来编预算，再来买武器。所以这造成就是实际的困难呐。大家讲这个发价书，台湾若摕到发价书是有时间限制呢。这通常是美国就是国务院通知国会，吼。啊，甲为这国务院通知国会进前，其实已经有安尼，几啊月，也是几年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啊。啊，一旦这美国的国会正式互台湾发价书，就是讲，你即马钱都爱传好啊啦。我头前遮尔济准备的时间，我发价书若过，你钱就爱传好。通常时是偌久？45天，你就爱签，而且签煞钱就爱汇你美国的迄个口座内底啊。45天，上底阁有30天的1个月。若是讲阮即马甲即个预算，无论大家讲是3500亿，也是讲这9000亿写伫个即个法案当中，未来要改。就爱重新顶来，立法院爱先来修改法律案，再来编预算。请问台湾立法院当时要来这个法案排案，会当伫个45天里面完成。你各位案审阁有行政作业时间哦，啊，这发价书若时间若过，就全部重来啊，就无准算啊呢。所以这是实际上执行的困难是伫遮。议员，我先问一个吼关键的问题，因国民党的内部其实，譬如讲军人出身的这个贺守业啦，还是这个郑英空啦，是，伊就一个战神拢战神8、9千亿啊。是啊。吼啊，他拄仔佫听到叶委员讲，其实市委员有听到讲，这法计书马上就要来啊，吼，马上就要来啊，所以吼一定会来审查，意思就是讲我会去互计，所以有8000无8000无大紧，这因呢我是民粹爱顾啊尔啦，所以我一定是会来准，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讲，好啊，我这个条例顶头写一个弹书，讲，这个吼马上来，马上就开会，马上来审查。安尼大家有通啊好，莫安尼佫为着这个数字牵伫遮，敢有这个可能性啊？我就问看觅，若是讲现主是咱伫个条例内底写讲，要求发价书一来台湾，咱立法院话12天内底就要审查这个法案，刷来搁要过预算，刷来咱国防部就要正式来签约，这完全拢伫个45天以内。请问，若是无伫个这45天以内，啥物人要负责任？
谁要负责任？是这立法院爱负责任，还是行政院爱负责任？你若是写伫咧内底，我嘛唔知这有效率是伫咧倒位，吼。较进前国民党一般拢有附带决议啦，嘿，附带决议，但是你若是无遵守是安怎？国民党进前的版本。迄第二文是讲有惩罚条例，而且惩罚美国。我就问，若是这条写伫咧内底，敢有可能讲我审查？是这个处罚条例当处罚立法委员，说你们不开会，到时若是过没不开会要审查吗？但我要来讲啦，吼，讲当然，阮是希望讲大家即马做咧好好讨论。头拄啊叶元之委员嘛讲，其实国民党内底嘛有足侪无共款的声音，嘛无共款的处理方式。但阮即马就来讲，现主席这3800亿加恩，你写头一点，你写伫咧法律案内底，这就会造成实质上的困难。第二点，你的加恩，你讲你要摕到报价书了后，你才来紧来审查，这嘛有实质上的困难。所以我就问讲，请问啦，即马若是这一条例？吼，刚才叶元之委员讲这无要紧啦。我讲，请问，若是未来是国民党执政，敢爱这武器？若是大家感觉讲台湾真正需要这个武器，啊，即马先甲法律案紧甲通过，一起编完，大家未来8年，无论什么人执政，拢用会着采取咱的捷运线共款。无论即马倒一个做县长、做市长。大家拢需要这捷运线嘛？敢有人可能讲，这捷运线就是因为我的任期到明年，无我编到明年，我后年就无爱编，是安尼。若是安尼，国民党就要甲大家讲好清楚。你是因为即马未来可能你要执政，你无爱这个国防预算吗？是安尼吗？我无相信啦。我也是希望讲国民党、民众党即马好来检讨，讲即马恁提出的版本到底可不可行？哎。我请民众党来讲吼，民众党的这个版本吼，是看起来吼，会比国民党吼较济一点点啊，吼，就是讲美国人要求的这个有明确的这个，吼，即摆拢写出来已经同意啊，但是国防自主无列入啊，无人机呢只有军购、反战架吼、反专架，这个装甲、反装甲、无人机加飞弹，其他包括 AI 辅助啦、C5、ISR 这个系统啦，这无吼啊，一年一期，共款2033年啊，比国民党的2017有较长啦，啊，但是这有可行性无？阮当然是感觉阮的版本上好啦，吼，但是自国民党的版本出来了，咱会看到一个共同的这个考虑。第一就是希望讲吼，莫一届变遐济，吼，莫一届变遐济，一期安尼变，基本上的这个精神吼，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差不多拢安尼吼。第二就是讲这个规个项目的部分吼，确实啦。咱嘛知影讲吼，真侪物件无一定讲有法度真确定啊，真明确写出项目，可能有一寡机密的问题。但是咧，只要是美国国务院因家己有讲的，有承诺讲啊，这个物件我会使卖互你，甚至咱来伫迄美国的国务院的网页你有看，伊连数量拢写出来，啊，迄表示迄是有把握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吼，写安尼较保险啦。你讲啥物国防之盾啊啥，迄是咱台湾家己创造的名词，而且是宣传的名词。你伫国防部的迄个白皮书内底，拢无这个名词吼。台湾之盾啥，迄拢无吼。咱知影迄个概念吼，大概是要创啥，可能会使用字面上的读安尼起，知影讲大概是要创啥，但是实际上。连国防部的规划内底拢无这个名词时，你写伫咧法案内底，确实伫法律上是讲较袂过啦。啊，如果伊若甲你写讲高中基站的即个防卫飞弹防卫系统，安尼会过关？你也看讲啊，这个行政院的版本吼，伊连这名词解释吼，拢无对，都伫台湾之盾是啥物意思？伊嘛是拢
用形容的部分，拢无对着法律上，还是讲正式政策名词嘛。所以这就是，所以阮即马的做法就是讲吼，既然阮是较主张讲吼，一期安尼审，一期安尼审，啊有需要搁来编吼，所以阮就要求讲有写的有明确安尼来编吼，这第二。第三咧，我是感觉讲吼，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伫咧监督啦，因为吼军售确实伫全球来讲吼，拢是真大的这个数量，吼啊，尤其吼即马关税的问题吼，我想对民生的经济冲击是真大。我嘛知影讲国防足重要，吼国家安全一定要顾，但是咧，咱咧开钱的时候嘛袂使讲因为足重要，咱就免啥看啦，吼，就信任啦，吼。啊，就较多业务员有讲嘛，阮嘛想要信任嘛，啊，但是进前就是有淡薄仔出错嘛，吼，所以监督这是在野党的天职啦。副院长，我甲你请教吼，关于着 AI 辅助加 C5ISR 这个系统，这个物件你的看法是安怎？好，我来报告吼，因为吼，即摆世界是确实拢无介安全。你看吼，这3年来，俄乌战争拍到第4年啊，吼。啊，即摆中东的代志、伊朗的代志、以色列跟美国搁拍起来，吼，这有产生两个物件对台湾有冲击啊，吼，嘛对军购有直接的影响。第一，一寡武器，吼，确实迄边战场较紧急的时阵，本来要交互咱的，会去交互迄边。会啊，俄乌战争进前都有嘛，吼，吼，这是真现实的变化。啊，这嘛袂当怪美国，嘛袂当怪国防部，但是既然有这事实发生，咱嘛较谨慎的，莫一届就把这医生拢压出去，吼，这第一项。第二，即马就是因为 AI 一日千里啊，半年前的功能甲半年后的功能可能差足济，咱即马就固定讲用这个系统，半年后有新系统的时阵，你要安怎？哦，这是真大的变化，所以咱较保守咧，哪看？啊，副院长，咱就甲注文讲，我咧要上新、上好、上赞的，安尼会使袂？无，上新的物件会出来，但是是毋是上好？战场要验证啊。好，比如讲一寡无人机，即摆我解说者，但是可能专家嘛了解。即摆无人机的这个伫咧战场面顶用的出济嘛吼，但是。有一寡系统的无人机，搭一型的无人机 A 型、B 型、C 型，拢去用。搭一型我唔知啦，敢若知影讲袂当用中国的啦。迄好，不要紧，迄我意思是安尼啦吼。本来 A 型可能评价较悬，结果战场验证落，哇 A 型根本就笨手。啊，咱进前 A 型评价较悬，咱就甲 A 型写落。所以这较保守的，较谨慎的啦。你当过来看嘛，对不对？这保守较谨慎的。来，我讲。意思是讲话，因为手机啊一代一直出啦，所以吼，即马买无上新的型，卖买手机啊。没，你嘛不至于我解说者，你要讲像手机啊吼，2-3年才更新一代，迄不要紧。即马唔是呢 ，AI 是可能半年甚至几个月就更新一代。所以都免买啊，唔是啊，咱原本的物件，咱有咧继续咧。好，进前的原本有咧数量去增加的，这数量这项目会使继续啊。来，我来请副总来讲者。我因为吼，民众党甲国民党同时间对着台湾之盾，啊甲 C5ISR， 其实咱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足侪届吼，即包括通信、资通信，甲对着雷达的侦查，对着要安怎调度、机管、通勤。吼，这个物件爱整合起来。这个物件如果若即马无甲这个钱甲倾起来，啊，若是要来用的时阵才来倾起来，这有影响吗？绝对有影响。因为要安讲，拄则主持人甲议员拢有讲过，买军售吼，军方的物件、武器、设备，甚至军用的电脑，咱讲咱台积电偌厉害吼，歹势。你毋是最终的迄个制造者，真正的军用电脑毋是咱台湾做的，是伫美国做的。所以美国迄阵像咱讲 COVID-19 的时阵较紧张，紧来找台积电，啊想到坚持讲美国爱有一个厂2个厂伫遐，台积电爱开1个厂伫遐，迄客户什么人？迄客户绝对毋是苹果电脑啦，就是毋是苹果手机啦，绝对是美国要采购这重要的武器的厂商，因要用的晶片啦，
安尼讲就较明。所以人咧制定规价的时阵，毋是咱台湾咧制定的。拄仔讲着讲实战，歹势吼。越战的时阵，偌济新的武器出来，还未实战就先做啊，是安怎？因为你发展一个武器，有诶啊10年，有诶较紧的吼，像讲即摆新创的遮吼，无人机的遮，其实无人机吼，毋是空想，怎啊讲搏一个2年就出来，毋是，迄是头前有基础拍足济啊吼，包括你讲遥控好啊，咱台湾雷虎是安怎会种拍入去美国的市场，摕到蓝色无人机的认证是安怎？因为伊过去刚开始为做遥控飞机开始做，40年前阮囡仔的时阵咧做到慢慢啊累积这基础，对着美国人，甚至伊伫美国佫开子公司，去学美国上新的技术，到法度对着人的定。啊，歹势，咱台湾有偌济武器讲，你讲 C 有 ISR， 你知影 C 有5个 C 无？ISR 创啥无？啊，想要用 AI 去辅助伊。就是咱要掠讲中国即马抛讲学美国啦，学美国拍伊朗安尼吼，共款弹道飞弹上关层的，啊，过来较低站的、较济站的巡弋飞弹，过来就是大型的无人机，吼，较俗的，但是足济一带来叫做八合攻击，一盖互你灌到饱，佮吐出来安尼，你防系统袂赴应付啦，吼，啊，佮有你。拍2粒，爱搁食保险去拦截一粒弹道飞弹的时，2粒配一只时，反射佫无够咧，反射佫有漏高，因为中共的弹道飞弹，伊的弹头落尾啥变轨，变伊的方向，临时甲你变方向，恁2粒可能去互骗去，爱可能甲第3粒，所以你在咧浪费嘛。咱无迄个钱，无迄个实力讲买讲比烫海安尼吼。庆记烫海的飞弹来拦截遮因的飞弹，啊，因无透明的呢。因做这飞弹是无透明的。伊讲今年变到7%。GDP， 伊的7%是咱的几倍呢？伊的7%呢？啊，个后壁无透明的，因拢叫民间去发展，民间发展好的技术，一转身起来，国防部起用啊，变军用的，你要含咪算咯？咱有偌透明？主要讲真的啦，是安怎迄阵讲？在野党有人 complain 讲，啊，国防部啥物拢无讲，当然袂使讲啊。第一，尊重国会，啥物？我条例还袂审，是安怎跳到上后壁？预算的内容，直接甲你讲。但会使讲互国防委员听的。啊，开对啊，佮开一个专题报告的时阵，机密报告的时阵，甚至人讲无爱来。国民党上大咖的国防立委讲，唱水甲免做啦。中国人吼。农民3万块个操作个做出来，讲到安尼啦，结果真正要报信无爱听，甲你讲迄讲部长足气的，气到毋知要安怎讲，伊个袂使批评，伊食饭的私底下食饭的时阵气到都毋知要安怎讲，伊嘛歹势批评，但是心内底怎样做灰心呢？你毋是讲口声声讲要来好好审查，结果你拢无来听。王总，因为时间有限，我必须爱拜托你吼，讲一个关键，就是讲，因为国民党加民进党拢感觉讲爱好好监督，吼，啊，你就逐年来骗，甲我通好即马先甲即个钱先倾落来，啊，甲美国人讲我有要买吼，啊，你就爱先留互我。倒一种，即个差别伫倒位，是毋是会袂负气？绝对袂负气，因为拄则讲诶，即摆是卖方的市场，全世界冲突足济的时阵，即个国防的大抢，咱主要是要美国对无？吼，大家拢讲好要美国，歹势，有诶物件更毋是美国家己的法度，美国的防空的系统，其实学啥物？去甲以色列学来，你知无？去甲技术起来啦。是安怎？因为过去迄个铁穹系统，拄好开始的时阵，以色列的政府方面，就是文人政府家对因发展这个技术，感觉你走上头前，敢若无需要，因为迄阵哈马斯无遐济飞弹、甲飞机，无遐济，嘛拍无紧。啊，但是迄阵因的军方的内底的人，甲出来外口做新创的人，已经发现讲，后这个需求，过来会出现，因个偷偷讲。去集资，
啊，然后公司先甲开去美国，啊，找美国人先来到欧印，有一寡资金是我美国投资的，有一寡是以色列下当输底下去的，甚至伊都系国防部内底有官员讲，好，无要紧，你先做。我等甲你吼做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偷偷甲你支持。啊，所以咱袂当讲，这歹势，我今年敢若这3500。因为吼，即马讲真诶，迄两拢排队啦。战规署长，阮署底下环境交通吼讲，即马咱若一排，即个号码抽着咱啦，咱抽着这口仔抽着咱啦，排着咱啦。因挂好啊！你讲哈歹势吼，阮国会无支持，国会搁咧审，吼，搁有疑问。啊，甚至讲要甲消息讲，这一定要几箍，歹势吼。啊，讲诶，反正较俗呢。啊，无个讲因为小战，吼，大家需求多，较贵啊。因为我你放掉，你这个口仔甲放掉，9个月，不啦，洪总排9个月去啊。洪总啊，如果我会当甲讲啊，我歹势，我即马手术动，我啊，因为我这在野的吼，讲甲咱写讲，因会使啦，你著赶紧来，我紧甲你审查安尼。即马这个流程吼，我感觉就是以错误吼来甲你讲，错误的观念甲你带。过去的军售绝对毋是发价书来甲编预算啦。我讲真诶啦，啊认真的国防委员吼，拢含国防部真好诶私底下的迄个默契，拢先有这个方向啊。我讲一个咧，就是咱拄好执行了2026年年底执行了这个海空战力加强的这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这执行5年，迄是安怎？迄是较好是讲，伊内底有包含讲，在美国买的，啊，佮有咱家己中科院甲军备局做的，整合起来，甲灌起来，甲咱的战力甲添起来。啊，无本即马吼讲真诶啦，顶年讲中共这安怎准安尼甲你。是啊，可能去直直压来的时阵，你有啥物物件去甲弄？无啊，就是因为有遮，包括讲拄仔讲批评讲商售、商业出售，讲安尼这做垃圾，毋是有上有底气吼，和中共的船去停的吼，去抗衡的吼，叫做成功级。迄个美国派利级，其实用商业的出售的方式。商售其实嘛要经过国务院、甲国防部拢爱关田爱监督。美国的商售唔是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我无保证，吼，其他国家无保证，迄个恁代理商迄是这是上大的问题，唔是讲国防部的问题。国防部嘛做无爱行商售，但是美国的做者抢，因为伊家己也准讲美军也无够用的时阵，伊会甲你讲。你用替代方案安怎？但是这嘛要咱的军方要有真清楚的评估，讲这替代方案绝对有迄个共款做到共款的战力，才有法度办这个代志。但是美军已经和咱参详2年啊，这2年来讲，就是甲你暗示讲，毋是甲你暗示啦，就甲国防部已经做清楚，参详拢好啊，就是吼讲啊歹听啦，咱的国家的政策，咱就毋是正常国家，即摆就是因为美国的总统川普甲习近平爱见面，川普无歹势讲，是变个跳出来面讲，我一届吼，佮出来讲，哇，佮400亿，吼，佮偌济亿军售互台湾，安尼伊会感觉讲，我伊嘛咧影响两化，所以你啊，台湾无脱离这个政治，国际政治的这个环境，这个交换内底讲，你也无法度选，你先准备好，准备轻好这武器。准备到台你的号码。我头看到这个流程吼，是作战需求啊，往下提需求报道啊，过来甲系统分析文件，过来规划书上行政院提出，啊，过来审议预算立法院，啊，再来提法计师需求，所以是审查预算先来呢？是啊，过去拢安尼啊。委员，你大家就国防委员会应该是安尼嘛吼？报价书先来。无，你看这顶头是审议预算立法院啊，啊，过来往下才有法计师啊。有啊。啊，所以基本国民党讲来法计师来再来评预算啊。不是，他现在这一次特别条例的程序也不是这样啊。
也不是说他先建军啊，然后先送来立法院有需求啊，然后再跟美国采购。今嘛这是法律案啊，他这次也不是哦。今嘛这是法律案啊。今嘛这是法律案，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国民党党团的版本是讲，法计师来，我才要来审查预算啊。对啊。但是这个过去的这个军购作业的定数是，先审议预算在立法院啊，再来提法计师需求，转函转需求信函，再来制作法计师啊。所以一般是这样哦，我再重复一下，因为刚刚大家讨论在骂的东西。很多其实是打稻草人呐，就是说国民党不要这个钱，国民党不要国防，国民党什么，就在亡国感那个贴帽子啊。但是我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说不要国防哦。现在的问题是哪一些应该编在特别条例里面，哪一些应该是编在一般的公务预算里面。通常紧急是放在特别条例。那你如果老早就知道的东西，譬如说国防部一直告诉我们讲说，他已经跟美方沟通1年了。那代表说他老早就知道有这些需求啊，那你在编公务预算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来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特别条例里面啊？所以现在问题是在这边，那因为很多东西放在。你安尼甲市府这行长的意见是同款的啦，就是讲其他物件爱放伫这个一般的这个意思。你没有紧急状，你老早就知道了嘛啊，你放在特别条例里面，你就是要逃避监督嘛。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不要武器哦。所以大家不要，对，刚刚很多人故意要误导，好像国民党又在讲国防什么的。我的洪忠就讲一摆。其实哦，另外，我必须要讲哈，台湾跟中国的战力的倾斜已经是差不多10多年啊。好，你讲紧急无紧急，我讲即摆拢紧急，只是咱无法度拢甲编特别预算安尼。不是，我你听我讲，你嘛误会我意思，你嘛误会我意思。我先和洪忠讲啊，你嘛误会我意思。歹势，来，你讲嘛，你无歹落讲，无度讲，你无度讲。来，委员，我先和洪忠讲完，那再来请你回应哈。咱无要辩论会啦，吼，歹势，我也无迄个资格你委员辩论，但是我必须要讲，你讲这无紧急，吼，看公务预算，歹势。你去问陆军，即马中共要来登陆的时阵，我敢有够机动性的火炮会使去对付？因为吼，你要用人去拖的吼，佮去挂车，佮慢慢啊走迄吼。第一波来袂赴，你拍了，你就第二波你就用拍掉。所以炮兵伊爱啥？伊爱自走炮。啊，自走炮上好的方法就是安怎？咱来买较新的，对无？你知道 M109A7 这个比较巧的，啊，佮有伊的精确度，佮比古型的好佮较济。拍一个水照袂用算出来。啊，佮有伊155流炮头前佮用咧直接佮倒一个精准导引，用 GPS 修正的，迄比你买什么2粒吼几啊百万的佮较准，佮较俗。但是迄样安怎？我拍了，我紧换所在，我现佮拍，我佮换个所在现佮拍。迄啊，你家己的子弟兵吼，你家己的囡仔咧做炮兵吼，你咧服役的时阵，你问伊，你是要用即摆 A2 的，还是即摆要 A7 的？要伊紧来无？啊，但是当然，美国的军备是咱是公认，咱台湾人公认讲上好的，所以毋知会讲安怎评估好，买美国 M109A7。啊，即摆要来，但是伊袂使来，因为。咱发教书无回人回互人去，吼。第一，第二，就算伊咱要抢货，你嘛爱即摆摆入去。第三，你甲伊讲，我2008年12月31号一定还交了，无交了，国防部部长也是讲署长拢掠去法办，然后去监察院甲谈好。伊甲你讲，这我无法度保证，因为。这无超起来，咱家己的部分，咱掠无。这看人对方。啊，其实对方是咧帮助咱。啊，咱逐工拢当作讲敌人吼，逐工甲安尼吼，口安怎说吼，安怎讲拢甲怀疑。安尼要安怎做朋友？咱讲做朋友就好啦。咱做生意是另外一回事啦，讲真诶啦。因为军售绝对毋是普通的做生意，迄是美国的国防部去甲因做。咱的担保去甲因的美国抢，才枪手甲
叫因甲生出来。有点因家己嘛要爱，我拄则讲着讲，委员嘛讲乌克兰，啊歹势啊，人乌克兰去拍到人要首都要用歼灭去啊，总统遐要去用掠去啊，当然无甲救哪会使，对无？咱还未拍到门骹头，咱拍到24海里啦，讲真诶啦，咱是差一坎尔啦。但是军售为什么美国川普也伫咧讲，国防部甲国务院拢支持这个做法嘅讲，后届出售这个军备。美国出现军备，拢看战略调整的优先性，就是讲看倒一紧急，我先别倒一边。所以咱若讲无感觉讲这个急迫性，你叫伊讲咱慢慢来，咱年度慢慢一年甲一年审，一年审，歹势，这真正袂负气。我一摆吼叶委员来回应，那个军售部分啊，因为我先回答您的问题啊，您是说，因为按照这样的程序，好，发价书是要特别条例通过之后才会有嘛？刚刚是这样讲，对不对？不是，好，那其实美国的发价书，它第2批本来也要来，好，那是因为按照外媒的报道是说，因为川普他考虑到要去大陆，好，然后川习会，所以暂缓，所以其实他们发价书来，也没有那么多程序的，他们要发就发了啦。那我们这边是发过来就赶快通过，所以所以塔起来嘛，差不多嘛，对嘛？所以大家没有，大家就没有什么，所以我就说嘛，刚刚大家讲了半天，其实并就是有一些攻击，它是有点扭曲我们的意思。无啦，不是扭曲啦，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只要给我，其实就是要过嘛。我们当然是重视美国卖武器给我们嘛，所以呢，美国军售给我们的东西放到特别条例就 N 嘛，加 N 嘛，要怎么样我们就赶快过嘛。啊，这个部分我们跟美国也都有管道。所以他也知道说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他卖东西给我们的。好，那现在所以那个发价书我解释了嘛，哈，然后第二就是再回过头来讲那个公务预算，那是我是指商售啦，就是如果那像这个他照我所讲的这个 AI 啦 C5ISR 这种物件，那这种东西如果因为很多都是国防部老早就要发展东西，其实你就摆在年度的公务预算，大家也都支持，只要有需求，因为我手头有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党。这个强化防卫韧性甲不对称战略计划，我相信各位拢有看过吼。这顶头就写讲，其实这打造飞航的这供应链，要国防自主这项物件，这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有要支持也无要支持。我副经理你稍等，我有要支持也无要支持？有支持啊，要支持嘛？支持啊，但是就是支持方法无共款，是不是要放在特别预算里面嘛？还是你因为有一些是甚至是延续性的，它是计划的扩充或什么的，它应该就可以放在年度的公务预算里面来审。安尼，我先和副经理就来叫研究员啊，来，副经理。其实即卖这种武器的系统吼，做者 AI 的电脑大数据吼，伊回传的主机。去打一国，这最重要的。咱即马上大的威胁，伫咧军事的威胁，当然是中国嘛，吼。所以讲，咱要买伊武器，迄无可能。你讲供应链面，这尤其甲射控系统有关系的物件，也是讲迄个侦测系统有关系的。这物件当然嘛袂使主机传去边啊，加衰嘛。所以咱一定要用咱。所有的零组件，这重要零组件的供应链，一定要甲中国切割，这绝对无问题啊！这拢是基本的常识嘛。所以这无讲不支持，无可能的代志。无列入是先是，即摆问题是，我讲，这就是较多叶委员重点咧讲，第一，咱要分阶段上重要就是讲吼，卖一概掠较济吼。第二上重要就是讲。一寡会使放伫常态性预算的、一般性预算，现在要用特别条例的方式啦。这部分吼，一直拢无拄到讲较好的这个说明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吼，咱来分阶段安尼吼，确实较。洪总，你下次甲国防部长食饭，你甲副警长甲邀请哦，伊到底去听去？当然敢听看卖啊，到底道理是倒位啦。大家对分阶段分阶段拢想要做好的啦，唔是对吧？你会使先听我讲，常态性你先听我讲，是。分阶段最好听的啦，就像讲咱看到这百货公司这件物件也要用阮太太一种做欢喜的这也是讲那年糕啦Nexus 啦，足贵呢，淡淡的
但路了要紧，吼，但是分配来付钱，吼，也是讲，甲阮太太讲，我使徛吼，这个月先5000，后个月5000，后个月5000，啊歹势，佢后个月叫我扣薪水，啊减1万，啊你5000要安怎？这无确定的物件吼，我都去甲美国讲。咱即摆其实军售毋是讲买武器遮简单，其实要甲对方讲，咱家己有迄个心，我不爱互改变现状，改变现状啥？中华民国无去啦，中华民国没有了。洪总，所以这有的成分是注文的概念。是，无啥哪需要用。对方想要爱讲400亿，因为这有部分的人拢讲啊，你这是抗北的机票。会使安尼讲吗？当然唔是，其实条例你讲真诶啦，啊，看过进前在海空战力特别条例，条例加一个有一条写着数字，就是上限偌济，总共的上限偌济，下底是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嘛无甲厂商名写起哩无，加上我要大家要买什么物件，对特别条例，啊个执行到什么时候，执行到当时，这种爱写。无问题，但是啊，一个合理性。你若讲要回归到5年的兵力增建计划嘛好，嘛会使，但是这边拆开的时阵，你爱甲对方先讲清楚。什么人爱甲美国讲？当然是国防部甲总统府啊，毋是外交部。咱对美采购。国防部有感觉讲安尼拆3档、拆5档会使袂使？咱讲事实面，即马是安怎？交通毋是甲1年尔，这2年拢直直咧讨论。啊，因为台海的情势直直咧变化，包括讲过去咱讲哦，中共吼，这军舰走足紧的哦，都出枪足紧的，吼，还是飞弹做足紧的。讲因敢若落水饺啦。对，啊，但是落的即马有一寡问题出来，发现讲因家己嘛咧变方向，变无共发现方向，所以咱当然到即马为止。提出，我相信，我讲真诶啦，大家拢讲哦，恁军事专家，我拢讲毋是，我是记者尔，我是研究者，我毋是专家，专家拢伫国防部。除非伊讲伊离开出来外口智库上班，我讲较歹听啦，国民党即届版本吼，会安尼写吼，就叫质疑讲，本来上内行诶智库诶研究员接种接先生无伫内底。迄个版本，军方嘛怀疑讲，写迄个版本的人根本就无去听迄个专案报告，伊也有听迄个别安尼写。伊是专案报告虽然机密的，其实关门起来，其实甲你讲一寡事实的东西，就是讲吼，讲白话啦。我就问啊，你感觉民众党的版本出了真紧，无毋对，但是因为迄天是拄开了1礼拜就出来，吼！我认为讲，以我对民众党内部的了解，吼，嘛小可有一寡，怎来讲，较偏向的想法啦，吼，想讲啊，较少的吼，民众较欢喜啦，吼，我解读起来是安尼，家己卖开的钱啦。我用回应哦，来，副市长你讲。是，阮。强调财政纪律，主任科批一直拢是安尼吼，这阮绝对是这个精神的啦吼，所以这部分我会上，确实我有承认，我确实要甲钱收较暗的啦吼，我感觉这无啥毋对，尤其军购这个物件吼，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现在伫法案的部分就要开始咧计较，因为吼这种特别条例通过了吼，法律也通过吼，预算差不多无啥会当阿 Q 啦。所以就有这关先甲一关物件讲好清楚，但是我嘛知影讲国防预算像这军购的物件，真济无法度伫台面上讲。但是我相信吼，国防部也足诚意的，伫咧秘密会议内底，甲朝野这个立委吼讲好清楚，我相信大家会使理解，但是可能是讲量无介清楚啦。是，来，让议员歹势来请。其实民众党即马提出的版本内底，伊超过100亿是
现主是国防部就编伫个一般预算内底的金额啊啦，吼，现主是就有啊，你等去看，无我等一下甲迄个资料传互你，有啦，超过100亿，已经是现主是国防部写伫一般预算，无伫个即马特别预算内底哦，国民党的版本嘛同款有3项，是。啊！但是我有同意讲头拄仔负责讲的1%啦，伊讲到飞鸿供应链，我认为这嘛最重要。今仔可能较无时间讨论到这题，就是本来是有飞鸿供应链写伫这个法案内底，但是国民党即摆版本是甲摕掉。我嘛希望讲，若是会当阁有讨论，是毋是甲把有啦，应该还阁有机会飞鸿供应链跟下底的，因为这是真正的高。